女人做皇帝做到武則天咁，可以話係登峰造極。但係做到晚年一樣面對一個非常頭痛嘅問題，就係死咗之後，究竟個江山交俾邊個呢？男人就話交俾個仔啫，但係佢係女人嚟喎，咁究竟交俾邊個呢？佢得兩個 choice， 一係交俾自己個仔，改翻做李唐江山；一係就立侄仔武三思，延續佢創立嘅周朝。武則天其實好糾結，佢當然想武氏江山代代相傳，但係呢個時候神探狄仁傑一針見血同佢分析咗：陛下，你有冇見過侄仔將姑媽供奉喺太廟，日日燒香拜啊？只有親生仔知道世世代代供奉阿媽嘅喎。呢番話真係一巴掌打醒咗武則天。權力再大，敵唔過傳統中法嘅人性。如果揀侄仔，佢死咗之後，可能隨時神主牌冇人理。最終佢選擇咗召回佢個仔廬陵王李顯，大唐江山得以延續。女王嘅智慧就喺最強嘅權力邊睇清咗最現實嘅人性。想知道更多歷史內幕，關注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你仲可以 PM 我添。